各位迷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細 B 講馬呢個頻道。首先同大家講唔好意思先，因為上次咧做唔到片啊，因為嗰個剪片系統咧出現故障啊。咁所以咧，我上次咧就喺我第8輯嗰個留言嗰度咧就推介咗4隻馬俾大家參考嘅。咁我哋重溫嗰4隻馬嗰個結果啊，就係活力精神啦、美麗邂逅、英雄豪傑同埋君主傳承。咁4隻馬當中咧，有2隻跑第2，一隻跑第4，一隻就冇影嘅。咁成績麻麻地，希望今次再嚟啦。咁講翻起今次嗰個賽事啦，今次賽事咧就喺發育谷跑9場草地賽事嘅，用私家3欄。今日賽事咧，我將會咧推介3匹馬俾大家作為馬膽，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啊！咁事不宜遲啦，咁我逐匹同大家講下佢哋嗰個好處啊！第一匹就係跑第1場5班1800米草地賽事嘅，呢場馬咧就出馬11匹嘅。我嘅推介馬就係2號馬嘅暴風雷。咁先講呢隻馬嗰個資料背景啊，呢隻馬隸屬伍彭志馬房嘅4歲紐西蘭周歲馬，今次仍然都係由潘頓騎，孭135磅，排第8檔。呢隻馬嚟香港咧就總共跑咗11次，有2Q1T 嘅成績，人馬合作過2次，一次跑第2，一次跑第4。咁同程咧就未跑過嘅，初次跑呢個谷草1800米，但係谷草2200米咧就上季就跑過1次，跑第2嘅。咁奇連合作啦，今季咧暫時咧合作過1次，就係呢隻馬上次跑第4。冇表現嘅，入唔到3甲。但係上季嗰個奇連合作咧就成績非常之好嘅，合作過58次，有8 win 18匹嘅。咁至於呢隻馬現時嘅賽前體重咧係1029磅，對比佢上次跑第4嗰陣時咧微微咁輕咗4磅。咁去對翻佢有表現嗰陣時候咧，嗰個體重咧分別喺1026磅同埋1032磅咧，都可以跑入前列嘅位置嘅。咁而家1029磅咧，證明呢隻馬咧就保持到嗰個喺嗰個有表現嗰個水平。咁評分就38分，而家佢40分咧都跑入個位置嘅，即係證明呢個分數嚟講咧，以佢一匹4歲馬咧都係賺緊嘅。至於今次佢孭135磅嘅磅位咧，佢上次都係孭呢個磅位跑第4，咁咧佢曾經咧孭132磅咧可以跑入位置嘅，即係證明呢個磅位，我認為佢係孭得起嘅。至於我睇好呢隻馬金像嘅原因咧，有幾點嘅。第一，佢人馬合拍啦，潘頓騎過佢2次，一次第2，一次第4。同埋咧，第二就係匹馬嘅個體重咧保持得到喺佢跑得好嘅水平啦。另外就係班分有利啦，因為自從呢匹馬咧喺上季6月4號咧至今喺5班跑過3仗，分別都攞到2Q，一次跑第4，演出係相當之準。至於對上佢一場跑第4名咧，賽前咧我都有推介呢匹馬俾大家嘅。但係由於當日咧真係落住好大雨嘅，潘頓咧全日都冚旗，跑呢隻馬嗰時咧就好錫身。佢喺最後嗰300米咧直路上咧，我睇翻嗰段片咧，佢只係微微咁樣打咗3邊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佢都可以居然跑到咁接近嘅第4名咧，成績其實真係唔錯嘅。咁喺賽後操練嗰方面咧，佢再加強壓迫呢隻馬。咁我個人認為呢匹馬咧，金像咧已經有好好嘅狀態去競逐㗎啦。同埋今次咧幕後咧再俾機會潘頓去騎呢隻馬咧，相信佢會俾足誠意去跑啦。所以咧金像呢匹馬咧贏面咧確係好高嘅。雖然都係熱門㗎啦，但係都推介俾大家。我而家就播翻上仗條片俾大家睇下佢點樣跑第4名啊！係8
黃琪佢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慢咗閘就係嗰隻同寶寶嚟嘅喎。咁啊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豐盛多彩啦，買邊黃金風速走上去啊，中嘅放咗出嚟跑嘅馬係黃金風速啊。咁啊，客家之光吊住個第2位㗎啦，外邊第3位咁啊就係嗰隻暴風雷啦，內欄第4星雲浩騰，中間第5豐盛多彩，出邊第6 63嘅進彩飛馳啊，後邊4匹馬皮具大師啦，入邊紅帽呢，尾3到啦，就係呢隻紅寶寶啦，攞出去外邊藍眼罩係永勝金區。紅眼罩係香港精神啊，揈到最出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呢隻黃金風速啊，客家之光撳住攞啱嘅平衡，已經過咗佢啦。咁啊，中間追上嚟嘅馬黃帽，仲有呢隻星雲浩騰啊，暴風雷騎落去麻麻地嘅喎。咁啊，再後多層嘅馬出邊啊，進彩飛馳啊，最後100厘米，客家之光佔先，星雲浩騰一路起勢追緊佢，再見到中間呢，仲有暴風雷有翻啲，出邊進彩飛馳，外邊呢，仲有皮具大師接近終點，客家之光贏啦，跑第2名。係星雲。接住落嚟，我又推介第2匹馬單俾大家啦，就係跑第2場4班1600米草地賽事嘅。呢場賽事咧就總共出馬12匹嘅。我嘅推介馬就係1號馬嘅標之亮子。咁先講呢隻馬嗰個資料背景先啦。呢隻馬咧就隸屬五棚子馬房嘅6歲愛蘭自購馬。今仗咧仍然都係由布文去騎嘅。呢135磅排嚟7檔，呢隻馬嚟香港咧總共跑過25場，有1 win 5Q 2 T 嘅成績，人馬合作過2次，有1次跑入第2名嘅成績。同程方面啦，呢隻馬跑過14場同程1650米賽事，有1 win 5Q 1 T 嘅成績。至於斯蘭呢個同程咧，佢跑過5次嘅，有1 win 2Q 嘅成績，咁個斯蘭同程佢都理想嘅。至於騎練今季合作啦，暫時合作過5匹馬，暫時係有1Q 嘅成績，就係上次布文騎呢隻標之亮子去攞到嘅。咁佢上季咧合作過10次，有2批嘅成績，咁騎練上都可以嘅，起碼都有2場 pace 嘅。咁呢隻馬體重方面啦，今仗咧就1135磅，對比佢上次跑第2名嗰陣時咧，就微微咁重咗5磅啦。咁都可以接受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曾經都係1130磅贏馬啦。咁佢跑入位置咧，嗰個磅位咧介乎喺1126磅同1133磅。咁今次1135磅咧，我覺得佢係保持得到嘅。咁評分方面啦，呢隻馬今仗咧就評60分。咁佢曾經喺62分贏過馬啦，喺3班，跟住喺72分亦都入過位置嘅。以而家佢6歲資歷嚟講咧，佢呢個分數嚟講咧，我覺得佢係有少微利嘅。咁磅位方面咧，今次負135磅。咁佢最重咧都孭過135磅去跑入個第2名嘅，就係上一仗啦。所以咧就佢喺呢隻馬係孭得重磅嘅。咁我今次睇好呢隻馬嘅原因咧，有第一佢人馬合拍啦，騎過2次，有1次跑入 Q 啦。咁同埋匹馬嗰個體重可以保持喺佢跑得好嘅水平啦。另外咧就係班分有利呢隻馬，因為咧呢匹馬咧喺香港上陣得多數都喺3班嗰度作賽嘅，只係落過4班跑同程2場1650米賽事啫。但係嗰2仗咧都可以跑入 Q 腳嘅，證明呢匹馬咧喺4班咧跑咧相當有利嘅。同埋上仗咧跑同程咧臨場啲飛好硬淨嘅，獨贏咧係5.5倍啦開跑，排喺7檔同其他馬一齊順利咁出閘啦。見阿布文咧將嗰匹馬咧留喺內欄尾3尾4嗰位置啦，但係匹馬咧就跑上嚟咧都好行嘅。咁布文咧只係順住抽住嗰隻韁繩咧，俾嗰隻馬順走嘅啫。咁轉入直路嗰陣時啦，咁布文咧選擇喺內檔嗰個內欄嗰個鼠上，但係咧就喺末段嗰陣時咧嗰個位咧好窄啊，佢有少少塞車之下咧，最終咧飲恨跑第2名嘅，輸得相當之唔抵啦，我個人認為。咁賽後啦，呢隻馬操練咧係正常嘅，布文咧亦都親試佢1課1200米泥閘，咁佢加強打磨呢隻馬嘅。
咁我自己就認為呢隻馬咧上仗已經操個狀態㗎啦，已經有心去搏殺㗎啦。不過可惜咧就係阿布文咧發揮得冇咁完美啦，先至咧贏唔到嗰場馬啦。今次幕後咧再俾機會佢騎咧，我相信佢會發揮呢隻馬咧應有嘅實力咧，喺今仗咧應該贏面咧係好高嘅。所以咧就算熱本我都推介呢隻馬俾大家。而家我播翻呢隻馬上仗跑第2名嗰段片俾大家睇下。第二題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贏得爽喎，外邊有一隊㗎，分別係北海道，咁啊最出仲有隻青春力量啊，埋邊啊爆笑啦，跟住個第5位呢就風起雲湧啊，第6位嘅馬啦，咁啊內欄位置走上去喎，咁啊有呢隻光輝歲月啊，中間粉紅衫淺藍帽係好呢隻勁好運啊，外邊橙衫啊爭金奪冠啊，後邊4隻標之亮子啦，咁啊尾3位置黃帽嗰隻呢就奔妙星啊，暫時殿後一隊分別有紅海勁啦，同埋啡色衫嗰隻係超眼光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就係青春力量啊，跟住第2位呢就贏得爽嚟㗎。咁啊再見到後邊嘅第3位嘅馬呢，有呢隻就爆笑響埋邊啦，外邊係北海道粉紅衫嘅，第5位風起雲湧，第6位光輝歲月，第7位粉紅衫勁好運啊，後邊5隻標之亮子藍衫尾5啊，後邊4隻爭金奪冠，尾3內欄呢藍眼罩棗紅衫呢就紅海勁啦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奔妙星同埋超眼光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睇嚟個段速應該都唔放快喎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仍然係青春力量㗎。咁啊見到贏得爽第2位㗎，咁啊第3位嘅馬呢有爆笑入邊啦，第4位北海道粉紅衫啦，咁啊見到後邊嘅馬內邊位置呢有風起雲湧，中檔有勁好運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等入邊有標之亮子啊，外邊追嘅馬有爭金奪冠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青春力量走得足個零身米喎，咁啊見到追上嚟嘅馬有呢隻就爆笑啦，埋邊標之亮子都上緊啊，中間位置仲有北海道啊，出邊追上嚟爭金奪冠紅海勁啊，接近終點啦，爆笑贏馬跑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見到標之亮子呢嗰度。接住落咧就介紹埋第3匹馬膽俾大家啦，就係跑第8場3班1200米草地賽事嘅。呢場賽事咧就出馬12匹嘅。我嘅推介馬膽咧就係7號馬嘅至尊貴寶。咁先講呢匹馬嗰個資料背景啦。呢匹馬就隸屬阿羅富全馬房嘅3歲英國自購馬。今仗咧仍然都係由阿梁家俊去騎嘅，孭128磅，排第3檔。呢隻馬嚟香港跑過6次嘅，咁咧就有一邊一 Q 嘅成績，人馬合作過4場，咁啊有一邊一 Q 啦，同程跑過3次，有一邊一 Q 嘅。至於斯蘭咧就未跑過，今次第一次跑呢個斯蘭谷草1200米賽事。咁奇連合作啦，今季合作過7場馬，暫時都得2匹嘅，但係咧上季咧就成績幾好嘅。合作過82次，有7 win 13匹嘅成績。咁呢隻馬今仗嘅賽前體重咧就1093磅，對比佢上次跑到第2名嗰陣時咧，上升咗8磅，肥翻8磅。咁呢個磅位咧就非常之好嘅，喺我個人認為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上季尾嗰時贏馬嗰時咧係1101磅嘅，咁佢上仗接住喺佢上仗跑翻同程嗰時咧，跑第2名嗰陣時。嗰個磅位1085磅嘅，咁今次咧佢再上升翻8磅咧，去到接近佢贏馬時嘅體重啦。對於呢匹後生馬嚟講咧，我覺得係好現象。咁喺評分方面啦，咁呢隻馬現時評分係70分嘅，咁佢上季季尾咧贏同程嗰陣時係62分啦，加咗8分。咁佢今季初出咧就跑翻同程，跑第2名嘅。當時都係70分，咁跑第2名咧，佢都冇加佢分嘅，可能佢輸2個幾馬位，即係嗰個距離可能遠些少，所以平磅完就冇加佢分啦。咁反而我覺得佢仲有着數添。至於今仗睇好呢馬嘅原因，除咗佢人馬合拍之外咧，嗰個體重又上升翻啦，接近佢贏馬嗰個體重啦，再加埋呢隻馬個路程好專長嘅。因為以呢匹3歲嘅英國自購馬仔嚟講咧，近2仗喺3班跑翻同程1200米草地賽事都可以攞到1win 1Q 嘅成績咧，
其實咧係以北半球馬仔嚟講咧係咁快有咁好嘅成績咧，我個人認為呢匹馬咧現時7分嘅評分嘅水平咧，仲有好多上升嘅水位嘅。我估計呢隻馬成熟之後咧，最低限度應該可以喺2班度企穩。呢匹馬咧自從上仗賽後咧操練咧正常嘅，同埋咧喺賽前咧周俊樂咧睇呢匹馬咧試過一課1000米谷地嘅草閘啊，咁啊個勢都非常之好啊！咁啊繼續加強打磨呢隻馬，咁我認為今仗呢隻馬咧就應該咧就有非常好嘅表現嘅會有，所以推介呢匹馬俾大家做馬膽。咁而家我就播翻上仗條片俾大家睇下呢匹馬點樣跑第2啊！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噶嘛，人人有餘喎。埋邊嘅金牌活力啊，最出嗰邊藍衫就日馳千里，中檔紅衫富國兄弟最出啊，橙衫騰龍四海啊，幸運星球都係跟住第6咋，內欄第7龍之邦粉紅衫，中間黃綠衫馬林入邊就勇霸龍啊，後邊4隻至尊貴寶電源之軀啊，尾依內欄紅衫佛亮老窩暫時殿後係維港激流嚟噶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日馳千里放外邊係騰龍四海啊，跟住個第3位就係黃衫大染嘅人人有餘啊，外邊走上去有幸運星球啊，內欄第5仲有金牌活力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紅衫富國兄弟，內欄龍之邦啊，後啲噶嘛，呢個呢就係至尊貴寶啦，尾4勇霸龍啦，尾3內欄紅衫佛亮老喎，外邊2隻啊，電源之軀最出啊維港激流噶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呢就係呢個日馳千里佔先，中間騰龍四海啊，外邊呢仲係幸運星球啦，入邊冇位嘅馬，金牌活力人人有餘啊，反而中檔勇霸龍追緊啦，富國兄弟上緊啦，外邊位置追仲有隻至尊貴寶，後多層嘅馬就佛亮老喎，接近終點勇霸龍，咁啊結果拋啦，後邊嘅對手野馬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至尊貴寶，中間。今次條片就講到呢度啦，咁啊推介呢3匹稍為熱門少少嘅馬俾大家睇下，大家啱唔啱心水啊？大家就場場勝利啊，長玩長有，身體健康，好，拜拜。